伫咧新竹有2间高中发起模拟公投，除了这届全国性的公投案以外，也有甲新竹人上界关心的新竹县市甲苗栗合并议题加入去这回的校园模拟公投。还未开始投票，现场早就有人排队。详细甲看，选票顶悬除了丁克学士，还佫全面禁止三马精猪肉进口以外，佫有大新竹合并的议题。来投票的学生拢感觉真趣味。嘛，更较了解这个全国性公投的内容。因为我们18岁要公投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提早做那个准备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就是竹苗一份，就是竹苗的一份子嘛。那我们会希望我们学生也可以更对那个竹苗到底在吵什么有一些了解，让他们更了解现在社会中所发生的事，也知道这些议题的那个后果以及看法，以及各大政治人物的说法，让他们去思考说，究竟这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同意还是不同意的立场。新竹高中的学生家己办模拟公投，学校也真认同。学生家己所发起的投票，认为透过活动，学生会当更加了解公民参与的重要性，用不同角度看议题，培养思考的能力。是借由他们准备要出社会，准备有具有这个公投这个投票权这个前面，然后他们利用这个活动，举办这个联合公投，模拟公投，来培养他们的公民的素养跟素质。连续3届的校园公投，最后投票结束会公布结果，做未来政策甲活动参考，也趁机会培养学生公民参与的民主素质。记者刘文和新竹报道。